街路看到这款车，大家可能就惯死，因为规台湾头一台 MIT 咱家己研发免人驶试驾巴士头一届公开。台湾家己研发这款无人驶的车，头一届正式驶伫咧将滨工业区。车内设人客座位，无驾驶座嘛无司机，因为头前后壁拢有倒感应器，灯源、停红灯拢会打动让人过，看起来顺时。研发成功了后，刷落来搁再开始要来挑战，伫咧将滨观光区来接人客。 银色的车身外形甲普通的厢仔车真像，行入去就袂输来到较细只的一温车厢同款。内底足适派，无限道路、无油门洞啊，敢若有升客位。这台车一台爱开3000万来做，伊嘛是全台湾头一台 MIT 台湾人家己开发制作的自动驾驶的世代巴士。自动紧急刹车启动。 头前有人车队家己动落来，反应真紧，佫会领路里的交通标识。 这个我们辨识到它是红灯，那车辆就会停在红绿灯这边。这台无人巴士是电动车，用开发团队1年的时间才做出来，充电4点钟会当走70公里。规台车的造型嘛，拢是台湾人设计，100%made in 台湾。号称 MIT 就是从0到100%都是台湾里面打造成功的。我们是希望说，把我们台湾的自驾产业能够在我们台湾里面试验完了以后，就能够带到国际市场里面去运行。开发团队已经伫为这台无人巴士申请路权啊，上近12月会当上路，计划要伫彰化县5间观光工厂、甲鹿港天后宫停车场做观光交通车，加做地方的特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